一台保时捷的车拆下来总共有多少的零件？来，满满一地啊！跟大家好好的展示一下我们全车翻新改色到底是怎么做的。And we're down we go. We're down we go. So we're down we go. Way down we go. 全车改色呢，它是一个很吃人工的细活，很多的地方呢，你必须要用一些手工体现出来，就看你是否用心了。外观的附件都拆除了，原车呢它是喷了一个车身的红色，现在既然车身外观改色了，一并呢把它修复到原版，包括灯壳老化呀，单独更换这些灯壳。卡扣塑料件的话，因为我们只做保时捷，我们自己都有现货的，直接安装替换上去好了。拆除之后一定要把它包覆好，防止呢后面的飞漆啊飞得到处都是。为了考虑到边角卡扣位能够呢喷涂到位，所以呢能拆的全部拆掉了，连同这个前后挡，还有包括边角的一些胶条。材料选用巴斯夫鹦鹉的90系列的水性，其他的材料全套的鹦鹉加 PC 杠40的高浓度抗划痕的清漆，双喷双烤的工艺。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，视频后面展示一下。需要為我太多，如你願承受結果，容許我維持自我，無數夜無盡迴響叫喚我，仍堅決無情地說不要拖。曾以從前受灼傷的痛楚，提醒我為何為你竟撲火。殘枝火已剩下美麗，燃燒過溫暖也珍貴，如苦戀火化了關係。情已逝，埋在我心底，殘枝火照樣是美麗，燃燒我給予我一切，當初一切已消逝，如火的葬禮。